永远拢会记。有力，摸白。中干仔店上班啦！这个站长，你等来啊？哦，聪聪，你买NG 嘞吼？哎呀，拄只水兄你讲，嚯，这水鸡哪遮水啊？哇，我来到嘉义啊，对，天气有够好诶，有够热的啊！哇你知影这个礼物是啥？对。安尼会使，安尼会使。好。这应该是互人咧参观的吼，哦，对吧？嘿，这到欢迎来到嘉义，恁的任务列车会伫9点40分入站，请伫时间内找到恁的车票，阁有2位特派员顺利上车，祝恁好运。这边售票处应该是伫遮，他们会使拍开，还是伫外口？外口，阮去外口找看觅。这汤内面。这是一条歌，是吧？是回家，已经到车站。这是八点半啊！哎，有这明显的吗？哎，是遐简单就找到。哦，你拄则安尼，不是，我拄则收的车票是安尼这细条，啊，这是嘿，遐大张啊，嘿啊，哪些？那是成人安尼，这阮已经完成啊。关系啦，啊，即摆阮位遐找好啊，遐敢若较有路有无？啊，伫倒位哈？哎呦，水高你喂，来恁茶啦！你知影阮是谁哈？唔知？唔知。伊叫东啊，我叫吴山，你好。东啊，嘿，东啊，东是哪位东啊？对，要安怎称呼？我姓吴，啊名叫做水水。阿水公，阿水哥，阿水哥，阿水兄。阿水兄，阿水兄好。好，啊，你来啊，请坐坐啦，恁坐坐好无？讲有没真是？走啦。好嘞哦，头一届记名，我负担。当的嘛，嘿，吼，啊珊珊嘛，珊啊，永远拢会记住。有力，哦，说真的，哎，这叫做行动干妈店。哎呀，行动干仔店上班啦！来哦，好佳兴！来谢谢。哦，汽水哦，阿妈飘哦，袂遐多，来哦，好食的拢白粉果啊，白粉呀！你敢知我笑？聪哥，安尼也系邻居哦。哎，所以两位是 boss 派来的吗？特派员，你敢是特派员？啊，无你两个是来这边耍。系啦，你当作款来新疆才佚佗的。来，南木呢？南木呢？南木呢？你，我生这，我生这。来，哎，这样开你会开无？咩啊？欢迎两位。哦，你无去夜车哎，上班？你两个弟都无正经，我爱找物件。对啊，我来找车票。这囡仔迄当阵的真正有影，南木呢这偌好你啉无咧听我咧讲话啊？这就甲你讲人寿殊途就是安尼。系啊，我袂甲你讲，迄是车顶啦。你啊你咪讲出来啊！啊你嘛人讲伫车顶，人就知讲你讲伫迄个汤仔饼，迄个汤仔内底。干嘛呢？你怎么跟啥了袂讲？不要躺在那边，掉地啦，嘿啦。吹掉啊！你这样哎，这讲有法度甲到做伙，讲可能，咁就是。是呢。这个几分啊？几分啊？几分啊？4头分啊！没付啊！没付啊！回来了，被车票来来了，被车哎，加较紧的啦！进来车。哎，我卡丢筋啊啦！你是安怎啦？为什么收新车？走不两步。来，哎呦，卡吊机那一直了火车要创物啦，危险呢。我你弟弟晒，我没上车。就问你，啊，这是啥物车？嘿
火车伫铁机啊路面顶，你当走伫车路。啊，所以我甲你讲一个故事，这嘛是阮这个社区的无奈啊。来，咱来头前。哦，来对对对，我甲你解说哈，咱这个社区啊，曾经就是因为当初是拿设这个5分仔车点来欢迎，就是讲做闹热的嘛，对吧？火车即马无咧开了嘛，伊当初是这个火车是咧载甘蔗，哦，甘蔗，做糖的甘蔗，对对，咱北港有糖厂，啊，伊会去载甘蔗去北港制糖。哦，啊，即马无咧开了，全没落嘛，较无人来咯，对无？啊，所以咱这个居民嘛，足希望真正的火车，有一天会倒来，火车倒来，伊就带游客入来啊，啊，入来的时候，这个社区就闹热，老嘞，老嘅滚滚啦，嘿啦，啊，所以你看，才有一句话啦，这其实吼，这嘛是一首歌啦。你敢袂晓唱？我唱歹听，安尼唱较好听啦。我要见你啊！我这是来面头就好啊。我是听我蛮我歹听咱一个哦，大家去，若是火车倒来的时阵，伊会带来旅客。这条腔吼，足歹学，我学100遍，到这嘛学袂起。来，叫手牵个来唱。啊刷来，唔得听到无静的喇叭声。来，要听喇叭声，咱就就车。来，袂歹哦，真正有意思哦，啊，真有心嘞吼。啊，我拄啊演舞台剧演煞就是演到迄个咱个拿皮的火车啊，以早叫冰块车嘛，迄是我细汉时阵的足深的生活的一部分。火车要走啊吼！欢迎大家今仔来坐这台车。是。我甲你自我介绍，那我是车长。车长。我是叫做光哥。光哥你好。啊，像你今仔开这个，这张车票，这个用土烧的，啊，这摆是咱这个社区的特色。啊，这用土烧的，是。所以咱这个社区，你咧坐火车的过程中有足侪吼，你看甲土有关的哦，高指烧啊、剪念啊、马赛克拢伫遮。啊，咱今仔日佮带你去看一个，咱这个陶艺大师。哇！对。啊，咱等下遮小可落车，咱来讲一个故事者，有啥物遮会赞你坐有遮？古拢甲迄铁机啊路炸掉咧。对，你看，这个是咱进步，牛车咧行铁机啊路。我讲咱落车，光哥你坐来，坐无5分钟，脚在咧麻。哎呦，看，这就够追呢。阮遮啥物无动物上济，这个社区为着要欢迎，好啊要哦较闹热的，要创造生机，好要游客的，所以这是一个创意嘛。咱传统加一寡文创嘛，所以牛车就行伫铁机啊路，啊火车行伫大路，你绝对香客嘛是坐这个火车来北港拜拜，所以这条铁机啊路嘛叫合作讲进香的铁道，咱所有居民的生活拢离不开这个铁机啊路，所以咱一直望相信有一天火车转来，来用这句话来鼓励咱这个居民，啊就是慢慢来创作，慢慢来一步一直建设，啊后来再赞一人拢赞这个所在。薯片安尼。来啊，耶！阮今仔时代吼，上爱去头版感谢。哦，遮注意看哦，上精彩第一个故事就为这间开始。来啊！嘿，咱等下再小可休一下，迄个一个信箱有无？咱每家每户拢有一个信箱。你看这围墙啊，旁边有啥物动物？牛。哦，咱雨山去看了羊。这户狗啊是咧赶羊啊。哦。因这户就是养叫养人家饲羊啊。饲羊啊，对。啊，利用这个标话吼，互大家了解这户曾经，曾经也是金啊，也搁咧做行业。哦。啊，所以阮就讲养饲羊的豆，继续行哦。豆啊看，水看，沿路做一个美丽的风景。你看这做个白灵丝的，这种白灵丝啊。啊，这间是饲白灵丝的哦。白灵丝无人去饲啊，野生的啦。白灵丝无在条饲啦。对啊。那是来这边送的时阵，就这所在在翕相。在翕相，啊，除了坐火车嘛，使骑脚车。是。哦，慢慢欣赏这个风景。你绝对毋是咧卖柑仔店啊？你有着讲啥物糖啊？金柑仔糖。阮遮个迄个工厂还搁咧制作。哦是啊。这个遮有，迄围墙啊，就是拢有做伊的金柑仔糖。拢要有。啊，你若五金行嘛有五金行。所以你要找这个店铺，其实你咧洗的过程中了，你看到这围墙啊，你会知因兜咧做啥物哦？哦，对，咱到哦，来，随我来。哦，来，要来。我要甲恁讲一个故事，这2仙伫遮，这是要纪念你原来这个所在其实是2丛树啊，树啊哦。伊内底的心是树啊。啊，所以因为伊打破了，为着要甲保留伊的形体，你看伊的手是片开，当作这树啊形就是
哦，大树安尼，大树。嘛会使讲欢迎恁，嘛是后来阮嘛是甲认为是这个社区的保护性，保护咱这个社区，啊嘛欢迎恁大家来，啊所以这生物啊叫做板头阿兄，板头阿兄啊，啊这个咧，阿姊啊，阿小妹，阿寿，拢会使，妹，推老推。食到白云哥有法度无？卡吧有法度无？我跟你讲啦，我无法度啦，你哪爱好？就食了卡巴去啊，个丢筋，啊，你我爱无？手小。啊，你看，哇！啊，这一条路呢？当初是要建设这只的所在对无？是毋是爱学？嘿，爱学。爱学的过程中，才发觉讲，哦，原来百外东这个所在，就有人住一只。是哦，因早期先民住的所在，伊拢甲水、甲溪有关系嘛，甲溪较悬吼，嘛是希望咱来接近的时阵，会使看较远的所在，看这板头社区。哇，就是哦，这是什么啊？哦，迄是啥？装置艺术啦，啊，其实用铁啊去做的，伊做的这个用途是吼，伊内底迄个空间，要有咱遮种植这农民吼，伊倒是迄个困的所在，啊是对，遐哦，一间后壁遐嘛有看到无？那是关公嘛，但是关瑞啊，迄阵伤远啊。妈祖婆，妈祖婆，你这看到迄个是北港调天宫，拜谢。啊，其实你看，咱这个新港吼，嘛是讲南港吼，甲北港敢若过这条溪尔。所以迄边叫北港，啊，咱遮叫南港。南港，即较晚的南港，啊，较迄边叫新港。新港哦嘿，新港是乡。啊，我来看你，你无顶外只本港。本港就是早期南港甲北港合称叫做本港，一个概念。这做一港的，对对对。哦，你做到港的。对对，啊，所以这个哦，啊，这真宽真宽对。这算一个平台瞭望台的对。瞭望台，啊，你咱看了。啊，顶悬的咱看。啊，你就会使看到这。你看规条铁桥是足水的。哎，要唔讲？吼，你看铁桥就真水啊，对吧？在嘿，到这吼，啊，就是登记的所在啦。阿爸会接起来无啦？阿爸要接起来，因为你的车票，所以你看你的车票有啥物必做两遍。我知，因为伊写2025年5月20号是20我爱你。对对对。迄天会接起来，要接起来，要通车，所以你看你今仔日非常的重，非常重啊！就感动对啊，当年的这阵是不是已经通车了？是，但是讲实在，一通车了吼，是希望游客入来，啊，脚啦才会当行啦。哦。啊，你回家一天3班，你通载几个？伊变做是骑 T 马嘛，啊嘛用行路。感谢列车长广告的介绍，相信大家对板头厝社区已经有相当的认识啦。接落来就要带恁来去拜访在地的高知小师傅哦，伊嘛是这摆委托人，会使讲是台湾国宝级的陈中正师傅。看完伊对社区的贡献，咱来好好啊学伊的手艺，免烦恼啦，我拢替恁安排好啊。我都给按来哈。应该是阮去请伊，甲阮斗3工吧。对啊。啊，拜托去大师呢。哇！对啊，真的。哇，这诶。妈咪里面还可以住人。这国宝呢？你敢是阮爱找师傅？我的师傅加的经理，哦，经理你好。欢迎来到板桃窑礁子景美宫园区。是。嘿，那等一下我会带你们去找咱陈中正陈师傅。陈师傅。陈师傅。好，师傅。啊，那今麦一开始来到这，你有要甲我介绍下？哎，这是阮的猫咪车站，就是咱的列车停列候车亭。哎，这个猫咪车站可是阮家的著名的景点，来看麦。够水的啦！欢迎，我带你们来找我们的国宝级大师哈，陈中正啊，陈老师。哎，老师你好。都过来立正。这里，里面，哦。所以这边全部的物件拢是师做的。对，这拢阮陈老师做。陈中正师傅从细汉就对画图有兴趣，高中毕业了后，对亲情去宜兰学功夫，做建筑描师和修复的工课。无几年的功夫，手艺就得到众人的学乐，阁有囡仔婿的风头。不过，伊认为应该甲高知小、甲精炼工艺，用无同的形式进入社区，行入家庭甲生活，才会当创造新的生命。咱看到这3尊，这是。
摕手机啊咧。这三尊这是是刘关张特横三结义啊！传统的高枝烧拢伫庙宇的顶悬吼，较无法度遮平易近人，咱家己做这个穿越山国，互大家拢看有。所以这规个这个 idea 就这食便当啊，敲电话啊，徛这叫名流一百。名流一百，对。这拢是老师的想法，嘿。哎呦，反正我问者吼，老师你的头壳内底底啥？创意啊！真进步的，就创意呢，下到少年会结合的。对啊，毛头啊！对啊，毛头，这样同助力。虽然你讲70岁，但是会对着。系啊，所以咱要爱学这哦。咱等者豆豆来吼，咱会一步一步教恁免怎看。好来，好，来咱这边。好来，我带你来看咱这个泵坑吼。咱这个泵坑可是咧模拟这个烧油的过程吼，伊的温度会加温，吼，伊会像入口100度，过来一直往上增加，嘿150度咧。嘿，咱若高脂差不多烧到1200度左右是咱的速烧，1200度就开始降温啊。因为高脂要烧2届吼，这是第一届烧1200度，第二届又烧是烧850度左右。那无安尼做。伊就是伊的色会走无去，嘿，你会看无到伊的色。咱高脂吼上重啊，会晓拍果，可是咱画图。咱陈忠正老师伊细汉的时阵，可以做到画图的，吼，所以其实爱有基本的美术天分。对。第二步塑形雕塑，这个是最重要的。艺术迄个为遮开始学，吼，只要爱学3档5档，才会出师。过来就是咱的印干，印干的部分就是一定要等伊小可差不多要打，才会当进行掏空。胶子头内底拢袂当实心的，伊一定要中空的，无，伊的热胀冷缩，伊就会变去啊。所以阮伫看到迄个庙顶悬，迄嘛是拢空心的。空心你无讲我唔知呢。是，我唔知啊。遮过来这个步骤，就是咱高脂较重要，就是素烧，伊烧了会变白色的。因为我有蓝金门白兔，所以伊是白。烧了过来较是上釉的所在。嘿，上釉这个部分，咱等者嘛，互恁试看嘛，免怎上釉。这个部分，嘿，真困难，因为伊会吸水，所以伊无像水彩遮好画。所以咱会当试看卖。上釉了过来，咱会进行釉烧，850度，伊就会变成咱的宝石釉。胶子头，人咧讲宝石釉就是安尼。高脂伊无一定足稳定的，所以伊逐个烧起来拢无啥共。每一批拢无啥。拢无啥。所以这个失败率刚没做过。足悬的。那像即马较会当趋近于8、9成，以早咱地庙头前咧烧拢只有5成尔，一半拢歹的，所以我拢会先开无啊开哦好，防止失败啊，对。安尼我了解了，嘿，初步了解啦。安尼咱等者个要互恁带恁去试看嘛，讲恁的任务啊，嘿，直接上工。你好，李三，崇生你好。哎呀，聪聪，你好。你好。今麦阮爱体验做这些。系啊，系啊，这上简单呢。好呐。这简单哦。咱今麦会当看到这环境的线条嘛吼，你着照伊这个轮廓呢，那个切落来，刮落来。你有要先刮看卖嘛？崇生。好啊。哦，你有看你的线条？有啊。哎呦，今麦小可。爱垂直安尼就垂直。我有看我内底吼。我甲你讲，我即马就互你解释一下，为什么阮两个一组。我即马发现我见唔到人。见唔到人。你的旋哪安尼啦？无啊，伊并唔是我。反正迄唔是我的专业。我注意你的手哦，手爱注意。有较顺啊。哦，哇，无简单，真正无简单。我来，咱第一步按哪处理？爱先拉拉。有一碗看你要什么色，你要什么色就先拉。这都是白色。嘿。白色这嘛白色，我是咧。无，爱出来是金布的白色。对。这红的，这红的。哦，这红是粉红色吗？烧出来都是红色的。红色的。你安尼看粉红啊，色。对啊。敢有什么秘诀无？秘诀啦。秘诀啦。要采用笔尾，你袂使安尼家己落，你用笔尾安尼轻轻啊擦。好，来，红色的，你这吼。你要摕什么啊？挂网。你还用一个较细细的。哦，老师安尼会使吼。袂使一直甲拖。哦，就是安尼一笔一笔啦，袂使一直拖。哇，这真正，这有幼工嘞。我迄阵才细阵尔，我第一摆上节目，甲老花眼镜拢牵起来，用，迄太幼工嘞。
我实在足佩服迄叶老师，无简单。咱这个步骤好啊。安尼刷来，咱要做啥？过来咱要掏空就是掏空啊。哦。咱会先赶快抓伊的高度，当然袂当歪烫过啦吼。所以有阵时阮就是一边阮就一边摸看卖啊。伊规组的角度拢差不多啦，顶面甲边仔的面。对，差不多哦。安尼佫有真大的空间啊。其实是看物件大细项的角度就无共安尼，大项的就会较高，若愈细项就咱会当较薄。我甲从我个体验的是甲内底挖空，我是感觉我足有天分啦，一定是足顺利。但是天不从人愿，我遐挖空的时阵，差点仔挖破去啊！阮有挑战一个更较困难的猫咪3D 的迄种的，使甲阮讲爱甲伊的头切落来，分开做，拢挖空了后再甲做伙。我伫咧挖伊的身躯的时阵，我到一半我就放弃啊。老师，阮即马就要结束啊吼，你看阮有天分无？有哦，画了袂歹呢。袂歹吗？这厉害，恁两个。安尼，真的哦。安尼就算厉害哦。啊，你恁捌看过愈厉害？安尼甲你学了，你就唱秋。哦，规个尾椎拢翘起来。而且吼，即马画起哩对无？伊安尼蹭蹭啊，啊烧起来到底是生做安怎哈？等下我带恁来看。先烧好的，先出油。烧，咱爱甲放出来吗？嘿，等爱出油。出油呀？嘿。哦。这先放遮无？这先放遮，啊，这油伫遮。哦，这油就是烧的吗？来，互恁看，马上看有水。来。哇，足水的呢！安尼我会使家己摆入去吗？嘿，好。我细支的哦。好，来。嘿，加叮当。好。安尼吼。白云哥换你的。我来，我这爱调嘅。嘿，啊细支哦。我爱细支。嘿。你定细支。会使无？爱当三工无？哦，我摆了足水的哦。嘿，安尼会使。安尼会使啦吼。镜头看会着无啦？有啦，你放心，要角度踩好好啦。阿刘，阿刘乖哦。乖。好。关门。关起来。特产来，干杯，辛苦啊！食披萨。咱这算是伫户外野餐呢，而且偌有气氛的呢。是啊。大家暗顿有欢喜无？若享受暗顿，若听故事我看讲吼，今仔日恁应该充分感受到板头厝社区真需要各位优秀的广告行销人才来斗相共。我甲委托人讨论过，咱无法度甲火车叫倒转来，不过咱会当帮因设计专属的 IP， 或者故事搁较有情怀的 IP， 代替袂转来火车，吸引较侪人来啦。相信美味的暗顿，互大家会较有灵感。我就无叫了大家咯，加油！所以故事甲咱传这先礼后兵，嘿，够灵物的，嘿，够灵物的。这个时阵爱找看吗？阿爸有啥物物件无？嘿，我有看到有点怪怪。这个看到啊？啊，可是灵物大啦。哎，唔是迄啦，卖我要摕啦。他们祝你生日快乐。唔是，祝你生，对啊。嘿啦，灵物大啦。这布顺特别搁点一个对啦，来，我别泡茶哦。会烧。伊这是创啊，你知道？伊主要就是讲，点起来安尼甲烧掉。那么每个人任务啊，我有任务啊啦。我这给你啦。来，接旨。下万岁，万岁。安尼这段敢会变鸿门宴？互大家介绍一个，你讲有4个任务。好，第一个是为板头厝社区。来，你来念。来，我来啦。来，你念。第一个任务是为板头厝社区打造全新的 IP， 将在地有代表性的动物设计伊的 IP 形象，会当传播咱园区内底动物的装置艺术，找找灵感。任务 B， 请为这个 IP 创作属于伊的故事，
佮用趣味的影片将 IP 的故事呈现出来。所以阮爱拣一个动物，然后甲伊讲一个故事。翕出来。针对伊的故事啊，人物史是啥？设计了 IP 形象了后，请利用 IP 形象设计3款文创商品。所以讲，迄个 IP 先出来了，后壁就好想啊。第4个人物啦，猪啦，猪啦，来，猪，你念。本人来念。哦，你最敢讲的。我讲真。为着要互咱消费者增加。啊，歹势我袂记，伊会晓念台语啊，但是唔捌字啊。歹势。唔捌字。增加人物文创商品的文创商品的用途，恁爱用加文创商品，这汉字我看无。迄一支使用正经的影片，恁爱用恁爱甲文创商品翕一支使用正经的影片哦。我第一摆讲这咱的吼，万人去讲到我要拍人，你知？我是想袂到讲 boss 会出遮复杂的人物啦，但是我想的是应该的，因为这个地方有真侪当发挥的所在。安尼，阮就哪食哪想挑一个，先选一个动物。在地动物了。嘿，你介意倒一个？你今仔日看到的？我介意的啊，咱有拄到迄个饲羊啊。羊啊，羊。好，看过一个。不然安尼嘛。喵咪。哦，就只猫啊。来，换你。我一定选牛的啊，加一张正常的啊。较有意义啊呢。对啦，就大家种猪啊嘛。咱农业社会啦。我在摕迄。哎呀，我来。对无？嘿，会使写一个。记录一个。我嘛免。真的。你讲羊。我讲猫啊。我讲牛。你讲牛。来，刷落我讲一个，我拄则有想到，我无介意，但是我定看到。什么啦？水鸡啊！水鸡啊！我甲你讲，因为我顶届有来这边拍过广告，大家拢讲来这边就爱啉水鸡啊汤，水鸡汤。水鸡汤，我有啉过。嘿，食水鸡汤，我是感觉这是家己的特色。哦，你安尼讲。所以你看，恁后壁拢是水鸡啊。安尼会使哦。即马确定阮的 IP 就是水鸡啊，就是这水鸡会使做啥物文创商品？水鸡会当做三杯啊，鸡汤嘛会使。鸡汤啊。我们是讲文创商品啦。你就安尼记钱啊？我是讲文创的食品的。文创。我是。水鸡。阮今仔日体验的物件有啥？阮爱想讲为。以这个来算的，游客为主，啊，因摕啥物物件回去，买啥物物件回去，会使用，爱实用的啦，爱实用啦。我想到一个是，放伫迄个手机后壁，手机啊架哦。伫这边啊，毋是即摆有这种就是安尼会使游出来，泡烧安尼会使安尼夹着安尼。高一支啊，黏伫后壁迄种的。嘿，那你嘛会使。迄嘛真高水啊。安尼放看手机安尼放，然后冰箱嘛伫咧后壁是造型安尼。啊，这欧米亚的吼，因这纪念品我拄则讲了一半是手机啊，确定会使啊，有啊，手机啊卡、手机啊架拢会使。搭伫咧冰箱遐啊，冰箱搭啦。哦，冰箱搭。迄是迄吸石啊，有吸掉咧。吸石啊啦，系啊，对。安尼两个啊。若是一家伙仔来，上重要的会议。哦，来这边就有一所在会使翕相，所以讲路远的相框迄种。会使。哦。相框你啦，迄叫相框，不是手框啊你啦。我知啊，手框是手插插的。我知。相框的，嘿。安尼是已经3个啊哦，3个啊。因为阮今仔日去体验是做迄油嘛。对。啊，伫咧上色的时阵，其实伊会甲迄个水吸入去。啊，若是滴迄精油咧，会芳芳。脱芳椒啦。对啦，脱芳椒啦。啊，因为伊会吸落去嘛，啊，迄豆豆迄味会拖出来嘛。会拖出来。但是这小过敢，伊个味敢会，伊个精油敢会食入去？
无，因为我有问过老师，伊若无上色的话，温准本身就是伊安尼，本体就会对，使。本体会使。伊这是规粒拢有用，啊你若无用就粗粗，伊就是会吸迄个油精油。哦。啊你若讲这一个台啊，安尼，比如安尼，一个台啊。哦你看这手机都一个圆台。哦，这味就出来啊！啊，内底有淡薄仔一个槽啦，哎啊，这个槽就是卖个精油，放底下，精油甲精油，哎伊就拖过来。哦，啊顶悬这就是水鸡的，对，规个造型就是安尼，安尼是不是足高水的？哦，安尼足高水的啊！那呢，阮就确定是三个商品。啊，你刚才讲的拓香酒，我是 bonus 啊呢。 bonus。哎，要毋过阮的第四个你无是？第二个甲第四个拢是要上影片的物件，我感觉吼，因为今日阮的头脑已经复杂啊，阮转去想。真正足暗啊！嘿，我安尼烟雾碎碎。是大人，足忝呢。你看感觉出来我呢有要困啊？想要下戏啊，对无？啊，这个下戏哦，会可以传染你啦。是，我有淡薄啊。伊20分钟进前开始咧讲迄个面盲的话安尼。系啊。你好明哦。好，那呢，先来食。好啦，我倒入面前咧想足紧的。哦，两个啊。嘿，3分钟。你咧梦中想啊？对，梦中再会安尼。Ladies and gentlemen，欢迎我们的水家长长。欢迎，来，说你哦，哦，辛苦啊！哇，这摆四十度成安尼，就要热死安尼。哦，你真正欢迎出国比赛，我咧公营倒转来。但是欢迎。我感觉有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就是水鸡啊，伊袂使就安尼，敢若人安尼行路嘛。聪聪哥，你有啥物用爱动作会使甲伊教？不准讲，阮若甲伊叫讲，啊，你哪会转来？啊，伊爱一个动作还是啥物？啊，因为伊是班头厝遮，大家拢熟悉，啊，足久无看的。对啊。伊是公营倒转来，因为足欢喜的嘛。啊，水鸡啊，就是行路无可能足正经的，足规矩的嘛。啊，就跳的嘛吼。我感觉讲，因若入来吼，连续16吨呐。吼，伊安尼转来。哎，我就你听咯。你卖走。9点啦，9点嘛，请安尼辛苦啊。啊，无安尼吼，足简单的，因为转来故乡是一个算返乡嘛，爱炸着这种足欢喜的心情，吼，有一种吼，咱迄个伊在左边的迄种跳是安尼，吼，安尼，嘿，安尼有法度无？来，要退通告。来，你来做一届，阮伫咧铁机啊咯。1、2、3，好啊，安尼啊过来，1、2、3，好。我知啊，哎，你甲技术啊，烫条，你快讲，你穿，你做得最好啊，100分呢。袂啊，伊来演全面哦。哇，认真教一招啦，互伊有一个酷势安尼啦。啊，无安尼啦，伊对这个铁轨，迄个铁机啊路一定是有感情的嘛。啊，袂伫安尼会当吼，看伊要安尼行的吼，有安尼啦，吼，啊跳落来，啊看到这吼，伊就安尼会使，这是直直的行这啦，啊会当跳起来，安尼行，吼，跳落来，嘿，啊行路安尼。好啦，来啊，较紧皮啦，来。一行来去走路，好来。对，行路甲走路无共哦。哦，歹势。这徛中吗？你转来你是欢喜，所以讲你袂使安尼豆豆行，你爱有淡薄敢若咧耍。5、4、3、2 ，Action！ 好，我爱用滑倒迄段。我转来啊，安尼啦吼。站住！嘿，你转来哦。哎呦，你安怎来？因为这里我，别紧。阮咧翕这2支影片的时阵，我的感想是讲吼，阮其实4个人拢配合了袂歹，因为第一，聪聪哥伊本来就有导演的脑，珊珊阁有剪接的脑，啊这白云兄呢，伊本来就足够演啊。我家己咧是较够通镜甲执行，
所以我感觉阮拄好4个人合起来就是一个 team。哦，真好。这部你无出现哦。我敢无？导演讲有哦。我是导演，我是导演。对，不能。我是我。这部无你，无我啦，我两边啦。边啊，休困一下吼。你搞带着你讲哦。我讲迄水鸡啊，伊的方向。是。好，来3、2 ，Action！ 水鸡站长，你倒来啊！哦，聪聪，你买NG 呢吼？哎呀，上尾的一粒啊！拄只水兄你讲，嚯，这水鸡哪遮水啊？够一届哦。刚刚讲几百分钟。好，来3、2 ，Action！ 喂，水鸡站长，你哪倒来啊？哦，好，会使，过一个，来3、2 ，Action！ 你来转来了。来3、2 ，Action！ 你来转来了。我爱你。会使。我嘛爱你呢。来哦。来。我时间，较紧的，较紧的。我坐内底吼。好啦。这。这阮衫已经换好啊，所以即马就是来看阮的产品。哎呦，水呢？哇！啊，水啦，这是迄个啦。这是磁铁。冰箱的啦。手机啊，卡。还有火车呢。这够水耶！伊阁有一个这个。水鸡站长啦。嘿啦，这够水耶！还个写英语呢。这有质感的。这个真正是家己烧啊啦。下面这，真正是这色嘞。这是炭香酒诶，炭香酒。来啊，你敢薰衣草？哎呦，哦，恁家境袂歹哦。人是用滴的，伊是用倒的。有味来啊吗？有，真正有。好啦，好啊，咱来开始啊，无时间哦。我无时间啊，无时间，阮先拍片。好，安尼咱到迄个啦，到场景遐去看一下。好啦。系啊，因讲民宿已经准备好势啊。好啊。我的家庭，好，会使。3、2。专家就是过来。好，来，过一个。来。3、2。专家号的相片伫遮，你搁你袂晓写？有迄个台湾无？好啊。是。好，啊，拄则无光呢。3、2。是爱我讲几摆啊？叫你3个摆黑白台，你都讲袂听。头顶两啊。3、2。歹势。灯光组，我遮看。啊，做阿母也爱做这个。你上来，你等下过来这吼，上班。猜个，5、4、3，小等。安尼，那你成一件穿帮。对，穿帮了，来。3、2。慢点来，过来我。妈妈，嘿。妈妈。关起来，一个动作就好。关纹衫关起来。3、2。干这个。我也是，8点动的感觉。8点动，3、2。迄指甲吼，我安尼母甲你起。妈妈，你的气质介高尚。家庭若和乐，家和万事兴啊！班头厝，欢迎大家来佚佗。我看到的是讲这两个少年辈的查某拢真厉害，我伫因的身上嘛有真侪学习。
真正的哦，伊两个袂歹哦，表示讲伊咧当诶，伊家己有咧做伊的迄个网络的节目嘛，伊本来网络出来，伊咧做熟的，我负责甲因遮来做沟通啦，白分遐负责食，负责化腰。哦，你有传珍珠哦。这，我的你莫食迄，你的迄碗。我咧看尔啦。哎呀，迄碗是。啊大声啊！歹势，嘿，我买伤甜啊，你还足甜哦。你免烦恼啦，你不爱甜，我即碗互你买甜啊。嘿，你的大拇指，我甲你拜托一下，你看我大拇指即摆翘起来，我翘起来你哇，我走出来啊我拄啊插鱼嘛，我拄啊翘起来。我甲你拜托好无？你个传这，我讲咧赞哦。珍珠是青蛙下蛋。青蛙下蛋。有合着咱的主题。这好食呢。是哦。QQ 足 Q 的。你捌一个吼。嘿。你啊，这啊拉。富山、东仔、聪聪、白云，大家辛苦咯。看大家花头喜面，相信应该拢准备甲差不多啊吼。看大家提案，我嘛无想要闹开。等一个成果发表会，不只有委托人尔尔，我嘛有邀请几位社区的居民做伙来。爱记哩，青蛙下蛋加准备规划嘿。离成果发表只剩2点钟，我真期待一摆表现咯。上会这句。小汉爸爸。剩2点钟哦。钟呢？伊个邀请迄个呢？白虎啦。来，你莫听，你拢莫听，你更加你。竟然我无时间啊啦，剩1点半钟。你手摸摸，搁摕来，我要你摸。感谢各位吼，行卡到。甲大家介绍一下吼，阮是这公司台语台叫做广告 start， 为足侪单位咧做拍广告的。这届委托令呢，就是爱帮板头厝遮去做一个推广。接落来，阮有想到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应该爱先有一个 IP， 会使去互推广出去安尼。所以呢，阮有先想到一个就是水鸡啊。水鸡伊的代表意义是多子多孙。人口较侪，第二吼是讲有四通八达，会当互咱交通哦，带大家拢入来，刺激咱地方的迄个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就讲用这个水鸡来做代表。这届阮有拍一个影片，互恁会使放伫咧网络宣传，互大家看到这个影片时阵会使来板头厝耍，安尼，所以阮即马就来看影片。传说中伫板头厝社区有一只消息真久的4脚站长。传言的人自从火车停驶了后，就毋捌阁看过伊啊。有人讲因为桥转去，伊袂当转来；有人讲伊早就远走他乡啊。不过村民最近有发现伊的影只。喂，这个站长，你哪会转来啊？因为我爱你。你哪会转来？因为我爱你。你哪会转来啊？因为我爱你。你来做你做点。你哪会转来了？因为我爱你。你哪会转来？我转来啊。OK。阮用的迄个蛙，对，刷来吼，佫有第2个设计纪念品，互你拿倒去啊。先看影片了，再来一一介绍一下。好 ，Action。action。谁要讲几摆啊？叫你3个妹我袂当，你
停！还是。唉，我的家庭，你是咧教啥啦？啊，要安停啦？迄专家好上面给你食，你搁想唔对？吼！你上来讲。吹一个吹。袂使啦，阮爸爸妈妈管足严的呢。车拢不好啦，你你家来等我来吼。我无恁家哦，我就罢啦。真正我去互恁啥哦，去。袂歹，我真好。妈妈，你的品质介高尚。家庭若好咯，家和万事兴啊。班头厝，欢迎大家来佚佗。四个产品伫阮的头前。对，嘿，头一个这手机壳，手机壳，啊，阮就甲这水夹站长甲印伫咧顶管。啊，这你来看这锁啊，这锁啊，我甲你讲，天我你用30年用袂歹啦，真粗啦。这质感就好诶这啦。质感好，咱就做代志要实在嘛，对不对？是，这材料拢用甲就好诶。这个一般时候，咱去迄个世界级的迄个观光的迄个地点吼，拢有迄个冰箱的吸石啊，顶悬嘛是有咱的这个马具。出来就是上天。圆的甲四角的。是，然后阮会看到这是就是铁架路，水架啊站长伫咧边啊，这就是火车。啊，所来上尾啊，这拖香石，即阵个古锥，啊，搁是师傅用亲手去画去做的。这是阮的迄个在地。在地，这嘛是家烧。好，安尼紧张的时间到啊。是，所来就是拍分数的部分啦。是。1、2、3。嘿。好，来，下面先开始。快上。好。哦，来。我去哦，这个我爱你这个口号响动哦，好。足感动。足感动的哦。这个口号真水，我爱你。谢谢。哦，40分啊。哎呦。我有一个愿望啊，我的愿望就是讲希望明年的5年课，恁会当带真正4卡的。真正是。我唔是啦，我若唔是4卡王啊，你叫阮带4卡的。带动 UK 的才对啦。好，带动 UK 啦，系啦。好，感谢光哥。出来。好来，今天50分啊，50分啊。来啦。哎呦60分。啊，这个是青蛙下蛋。哇！哎，你这个饮料有用啊？有好，英哥厉害。多谢经理。好，即摆已经70分啦，还有30分是上重要的。上重要的。所以关键伫倒位？关键伫经理边啊。小介绍。国宝福利。国宝福利厉害。关键福利。对啊，你看，来，师母来，福利来，国宝福利来。关键的30分啊！你看阮啊，头前较着有青蛙刺青啊，所以讲阮看到青蛙就足亲切哈。亲切。好，再来就是讲吼，感谢恁吼团队啊，甲阮班头社区行销啊，才好。啊，咁我希望明年的520会能够重现阮班头社区的繁荣啊！好，你走。感谢。4卡站长的 IP 故事，若感动村民，嘛互因更较期待复兴铁桥再度通车的迄一天啦。手机壳、上轻、大冰箱的吸石啊，甚至是拖香石，到时阵拢爱用到，成为每一位游客拢有的纪念品。看来恁已经是广告公司 TOP 的员工啊，敢有准备最后一摆的挑战？下一次的任务是国家级的哦。啊，到底是倒一位广告 start 的员工会接这个任务呢？下一回再甲恁讲哦。